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婚林四湖有一个鸡卵农，或者林淑芬，伊饲鸡是用冰饲的方式，就是让鸡仔食伫舒适的环境内成长，无甲关伫个鸡笼仔内，讲安尼鸡卵加进营养。伊即卖是正积极咧推广这种友善饲鸡的理念。 四湖的鸡卵青龙林淑芳考虑到健康的因素，无甲鸡仔关伫笼仔内，生出来鸡卵营养价值嘛加真悬。以前辈在跟我讲的啦，哈，他是说，其实以平式的鸡蛋来说，1颗就等于笼式的6颗的营养价值。 林淑芳嘛用素食饲料来减少鸡卵的臭臭味，嘛发挥创意，甲无共时期的鸡卵分做无共时期的卵，每一种拢有无共的口感。嘛透过这种方式来推广友善养殖的理念。蛋鸡的养殖方式，它可以让鸡也快乐，我们也获得到我们该有的营养价值。 现代人对食食的观念改变，友善养殖的方式虽然成本真悬，不过嘛会当创造出双赢的局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